好，Hello，大家好。咁我係你嘅塔羅師盧比。咁咧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睇下有啲咩有緣人嘅信息可以話俾大家知。咁咧都好開心今日有時間啦。係啦，咁咧我手上面咧有兩副塔羅牌嘅。咁咧一副就係塔羅牌啦，另一副咧就係卡牌啦。咁咧呢副擺埋邊先。咁啊，我就睇下今日有咩信息話俾大家知。咁我而家咧有少少時間切斷翻呢副牌同之前所接觸嘅每個人嘅索負連結所連結都切斷晒啦。咁啊，呢副卡牌咧由而家呢一刻開始咧，都係可以顯示到一啲信息俾大家嘅。咁啊，大家可以細心咁樣聽下啦，係有咩信息俾你哋咧？咁可能你臨瞓覺前啦，或者休息嘅時間，想放鬆嘅時間都可以聽下我講嘢，係啦。咁啊，聽下呢個有咩信息俾大家啦，多謝。咁咧都一次過出咗好多隻牌俾大家睇，咁可以望一望先，有咩信息咧？咁就會同大家講。咁我再抽多少少牌啦。咁啱啱好啦，咁就抽咗8隻牌，咁就有咩信息俾大家咧？咁同埋咧呢個就底牌，咁都可以望一望嘅，係啦。咁咧我哋嘅底牌咧就係呢個權杖嘅國王啦。咁如果講話有咩信息嘅話咧，咁我諗緊嘅係應該係因為今日係啦，今日係啱啱過新年啦，咁咧應該大家都可能要翻工啦，放完假啦，咁咧就好多事務要做啦，咁可能亦都要重拾翻可能翻工嘅心情啦，咁都可能要即係好似放完假就好想再放假啦，但係又冇計可以繼續放啦，咁唯有繼續去努力啦，咁所以就我諗大家都可以重拾翻心情去工作，咁啊繼續努力。咁咧，亦都有一隻電車嘅牌啦，咁就出咗啦，咁即係代表係喺新年期間，可能大家都食咗好多豐富食物啦，呢張牌都見到有好多食物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即係聚會可能完咗啦，曾經可能接觸咗好多啲親朋好友啦，有相處過，有傾過偈啦，咁亦都要繼續向前行啦，成日好多嘢可能都有機會食滯咗啦，或者可能都需要努力去減翻肥啦，可能食得太多糕點啦，即係年糕嗰啲啦，蘿蔔糕，咁咧就要繼續努力前進啦。咁可能就係啦，繼續加油。咁之後仲有一隻牌咧，就係寶劍六。咁寶劍六就可以見到咧，咁隻貓貓都可能拎住好多嘅麵包啦，即係代表其實佢都好攰啦，或者可能都同咗好多人去溝通啦，特別可能係真係頭先講話新年嘅聚會入邊，可能接觸咗好多人，咁其實都好攰，可能交流咗好多信息啦，即係可能啲親戚間大家可能無形中都會比較下，可能一啲可能大家嘅而家個社會地位係點啊，可能工作係點啊，可能人工啊，或者可能啲自己嘅生活啊，即係可能覺得俾人窺探咗，可能自己可能戀愛嘅生活啊，可能拍咗拖未啊，結咗婚未啊，或者可能有啲無形中要同人比較嘅感覺啦，或者可能有啲 I 人都未必咁中意新年嘅時間要同咁多人去相處啊，接觸去見面，咁確實係真係有啲攰嘅，所以其實都好攰咯，係嘛？接觸完一啲人群之後，係啦。咁咧下一張牌咧就見到係呢個公義嘅牌啦。咁公義嘅牌係代表咩咧？我覺得喺呢個信息入邊就係講緊原來大家咧都可能覺得之前新年嘅時間見得太多人啦，咁好想喺生活中攞翻平衡啦，有翻自己嘅 me time 啦，可能啲時間都攞晒去拜年啊，攞晒可能去收拾屋企啊，處理好多家庭嘅事務啊，或者可能都冇晒自己嘅 me time 啦，冇晒自己嘅時間啦，可能都好想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啊，可能煲下劇啊，或者可能做下運動啊，或者可能接觸下自己想見嘅朋友啊，可能做啲好想做嘅事情咯。但係因為奈何之前新年太忙啦，大家都冇時間做自己嘅嘢，係啦。咁
咧，再下一隻牌咧就係呢個錢幣六啦。咁錢幣六咧可以見到呢隻大象咧咁拎住一啲嘅冬甩啦，送俾其他嘅動物啦。咁由此可見就係除咗我哋可能新年入邊拎咗好多利是，好開心啦。咁自己都有金錢之外咧，亦都有時間，亦都有機會可以捐下錢啦。可以見到有好多啲機構咧，其實都歡迎大家捐啲利是錢啦，或者可能如果結咗婚嘅朋友，可能都可以即係捐一部分嘅，可能派剩咗個利是錢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啦，或者一啲機構啦，特別係可以幫下啲流浪嘅動物啦，咁啲貓貓狗狗啦，或者可能兔仔啦，或者都可以捐下去一啲關於可能大自然保育嘅一啲嘅機構啦，咁我哋都可以盡自己一分能力去幫到呢個地球啦，可能每一個人啦，或者可能啲需要嘅人或者啲動物啦，係啦，咁盡自己能力去做啦。其實捐少少都得噶，你唔需要捐咁多噶，可能每次捐10蚊，可能捐係啦，即係多可能捐100蚊或者以上都得，係啦，咁視乎自己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好好嘅行動嚟嘅，係啦，或者可能將自己中意嘅物品，或者可能係啦，即係可能最近都有可能新年拜年嘅時候買咗一啲禮盒啦，送咗俾人啦，其實無形中都係一種布施啦，咁同人哋分享你中意嘅食物啦，或者中意嘅物品啦，咁其實都係好好，或者都有機會收得翻一啲禮物，可能係。可能中意食嘅朱古力啊、餅乾啊，或者唔同嘅物品啦，係啦，咁都好好，係啦。咁咧下一隻牌咧就係呢個係啦，聖杯嘅騎士啦。咁聖杯嘅騎士咧，通常咧都代表可能有一種想去向前啊，想繼續向前行嘅感覺啦。咁可能因為始終新一年咧有啲新嘅改變啦，咁亦都好適合呢個。因為而家春天啦，咁好適合呢啲新嘅改變啦、變動啦，可能有機會如果想轉工啦，或者可能想有啲新嘅工作發展嘅朋友咧，都可以去試下做一啲新嘅發展，係啦，有機會可能開拓到啲新嘅事業啦，或者可能副業啦、斜槓都有機會啦，或者可能同到一啲即係可能有機會有啲親朋好友都會為你帶嚟一啲工作嘅機會啦，咁可以仔細咁去睇一睇有冇可能性可以做到啦。如果做到嘅話，都可以新嘗試下嘅。係啦，咁始終而家咧啱啱春天啦，咁萬物都更新，所有嘢都係可以有一個新嘅開始啦，所以可以嘗試下嘅。咁咧就聖杯九啦，下一隻牌就係咁聖杯九咧個意思就係代表你都覺得好暫時生活都圓滿嘅，都舒適嘅，都好中意而家嗰個狀態嘅。可能始終啱啱新年期間都可能真係有啲唔同接觸咗唔同嘅人啦。咁雖然係攰嘅，但係攰得嚟咧又可以咁我覺得可以接觸下啲屋企人啦，可以團聚下啦。咁確實係喺感情上係都得到滿足嘅，心靈上係啦，可能都有呢個同人群接觸咗，咁其實都可能雖然攰，但係都可以傾到偈，咁可能某程度上可能對於社交上係多咗嘅，係啦，咁可能有一部分嘅人係中意社交，應該會覺得幾開心。但係如果可能 I 人未必咁中意社交嘅話，可能就真係辛苦啲嘅，係啦。不過而家都有翻啲 me time 時間咁樣啦。咁下一隻牌咧就係聖杯一啦。咁而家見到聖杯一就係可能。咁可能新一年咧，除咗喺工作上可能有啲發展之外咧，亦都可以喺興趣上都可以有一啲即係增長啦。可能有一啲嘅發展可以試下嘅喎。咁可以試下就係去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揾一啲平時少啲做嘅運動啦，或者少啲去嘅興趣班啦。可能試下啲藝術嘅興趣班啊，可能試下整下陶瓷啊。或者可能試下一啲畫畫嘅班啊，或者一啲新啲嘅興趣啦，平時自己少啲接觸到嘅興趣都可以嘗試下，係啦，或者可能試下一啲關於做運動都得㗎。如果平時少啲，可能做瑜伽啊，或者可能做一啲而家有啲新興啲嘅運動都可以去試下睇下體驗下，係啦。都唔一定係淨係留喺室內嘅，有機會都可以去下室外去玩下啦。始終而家啲天氣又唔係最熱，亦都唔係最凍，咁又有太陽，亦都都有好多花去睇下啦。嚟緊都可能去下啲係啦，即係我見有啲可能係花展嘅，或者可能有啲好多嘅活動都可以去睇下，好特別嘅活動可以去睇下。係啦，有興趣都可以去上網睇下有啲咩
活動可能去完有啲新嘅感受啦，可能有啲新嘅能量進入啦，咁都係好好嘅，係啦。咁啊，最尾咧仲有一隻牌咧就係聖杯七啦。咁啊，聖杯七咧就係你可以見到啦，有七隻聖杯啦。咁啊，中間呢隻好得意嘅海獅咧，咁啊佢都話俾你聽，原來哇佢側邊都有七個呢個聖杯圍住佢喎。咁可能同時間咧就係因為啱啱新嘅一年開展啦，咁啊可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衝埋嚟，有好多嘢要做。即係頭先講話，可能你好想 me time 啊，可能有新嘅工作發展啦，有啲新嘅活動想做啦，可能有啲新嘅人要接觸啦，可能認識到新嘅朋友啦，或者一啲好未試過嘅人事物都會一次過過嚟啦，咁可能有啲緊張啦，亦都可能有啲忐忑啦，亦都可能覺得究竟要點樣做先係最好嘅咧？咁可能都係比較有挑戰，亦都有覺得好有興奮嘅一年啦。睇得到原來今年咧係好，即係可以好好嘅。咁啊唔一定好似坊間出面講話赤馬紅人好恐怖嘅，咁亦都唔需要咁驚。咁啊，所有人咧都要即係安守本分啦，做好自己啦。咁啊，其實去。係咯，觀察下自己個狀態係咪舒適嘅啦，咁啊睇下有冇啲人生或者可能你嘅生命入邊有冇啲新嘅嘢出現啦，咁啊令到自己都可以有多啲嘅進步啦，去試下唔同嘅事情啦，咁其實都係好好嘅，咁啊可以期待嚟緊2026年有一個好好嘅一年啦，係啊，但係又唔需要話去到好成日諗住嘅，咁啊越放鬆嘅狀態咧就越好嘅。咁啊，相信都祝福大家可以嚟緊呢一年咧，咁啊身體健康啦，開開心心啦，咁啊同埋都工作順利啦，咁啊八方來財，同埋衣食無憂，都豐衣足食嘅。咁啊，另外再睇下有啲咩信息俾大家啦。咁啊，抽咗幾隻牌先，係啦，咁啊都見到啲牌咧都飛出嚟啊，咁應該就係呢幾隻係大家嘅信息啦。咁樣可以擺上少少俾大家睇到。係啦，咁咧我哋望下有咩牌先。好，咁咧就第一隻牌咧就係講緊交友啦，旁觀者清。可能個意思咧就係講緊，有陣時咧，我哋做人咧，可能自己喺一段關係啦，或者可能喺係咯一段關係入邊嘅時候，未必睇得咁清。有機會咧，可能愛情啦，或者可能你認識嘅朋友啦，可能嗰個關係之間咧，有陣時可能。如果關係冇咁好嘅話咧，咁我嘗試下問下你身邊嘅朋友啦，係啦，或者啲認識嘅屋企人都有機會俾到意見你。原來可能呢個人可能你自己睇嘅時候未必係咁樣嘅，即係可能或者可能你問下其他人嘅意見，可能問多幾個人啦，可能越多人就可以話俾你聽，原來呢個人嘅觀感可能係咁樣嘅喎，咁我就可以知道。可能你哋嘅一啲愛情嘅關係啦，或者朋友嘅關係，究竟喺而家呢刻係咪適合自己啦？係啦，咁可能新一年可能有啲新嘅進展啦，或者亦都有機會可能會就算有，我覺得分開或者離開，都可能係為咗等緊你下一個更加啱你嘅人咯，或者可能一啲更好嘅朋友關係會出現啦，咁啊都可以即係係啦。觀摩下或者睇下而家自己嘅可能交友情況啊、戀愛嘅關係啦，係啦。咁下一隻牌咧就係講緊是湖則圓啦，咁啊講吃喝嘅。咁應該嘅意思咧就係、可能有機會真係新年食得太多嘢，咁啊真係可能會肥咗啦，或者可能真係覺得食滯咗啦，咁啊所以叫大家咧就停一停啦，就唔好食得太多。因為我都知道新年咧通常又食盆菜啦，又食一啲可能屋企人整嘅一啲菜式，可能又都容易得肥膩啦，或者油膩嘅，咁食得多又真係容易食滯喎，所以咧大家就可以飲啲茶啦，或者可能少啲食一啲好高糖高甜或者可能高鹽高辣嘅一啲食物啦，可能食翻清淡啲啦，食啲蔬菜水果係啦，或者可能食一啲係啦，即係清淡啲嘅食物，咁就會好啲啦。
咁啊，因為食得多有機會食滯啦，或者食到自己唔舒服啦，所以自己都可以注意下啦。原來新年期間可能真係放肆咗，係啦，食得多咗。咁但係其實係啦，而家有時間就可以慢慢清淡翻，做下運動，咁就會舒服啲啦。係啦，咁咧就可能下一隻牌咧就係好得意啦。佢講去問你吧，係嘛？係咪好特別？呢啲牌可能好少見，係咪？咁咧呢隻牌咧就講回家啦。咁即係講緊係咩啊？就係、可能咧有機會係啦，呢幾日可能都開始工作翻啦。咁啊，即係翻工啦，或者可能做一啲自己要做嘅事情啦。咁可能都好忙，好忙啦個人係啦。咁好忙嘅時候咧，可能啊，你頭先咧就講緊話，想清靜翻落嚟啦。咁可能有機會都可以翻下屋企，可能同屋企人接觸下啦，或者可能如果真係有啲咩問題想問，或者有咩需要，可能就問下屋企人啦。可能屋企人都俾到啲意見啦，或者幫到你哋嘅，係啦。咁都係啦，都祝福大家啦，可以處理到自己可能你個人生有需要處理嘅事情啦，係啦。最尾咧仲有隻牌咧就係講交友啊，要付出代價。可能就係回應翻第一隻牌啦，因為佢就講旁觀者清啦。佢呢隻牌咧就講付出代價，咁可能就係講緊會唔會係一啲可能戀愛關係啊、朋友關係入邊啊，有一啲要代價付出咗，而嗰個代價可能係都大嘅，或者可能唔想做，即係唔想付出嘅。如果真係遇到呢個情況嘅話咧，咁可能真係要審視下，睇下呢段關係係咪真係正確同埋適合自己啦。如果真係有需要嘅話，咁都可以再睇真啲啦，係啦，或者係啦，再去問下啲朋友仔啦，睇下意見啦，自己再諗清楚啲啱唔啱自己啦，呢個方向或者呢段關係係啦。祝福大家啦，新一年有好啲嘅人事物喺自己身邊啦，係啦。多謝大家，有需要咧都可以揾我做塔羅牌，係啦。我咧都可以去 WhatsApp 同大家做塔羅牌啦。都好簡單用文字啦，或者用呢個係啦，連張相俾大家睇啦，用文字啦，係啦，或者錄音同大家做一個塔羅牌嘅占卜，係啦。都講翻啦，可能關於問健康啊，或者可能健康方向嗰啲咧就唔回答嘅，係啦。其他可能關於想問下財富啊，想問下有啲咩事業發展啊，新一年係啦，問下有啲咩愛情嘅發展啊，問下係啦，即係幾時可以脫單啊，幾時有得拍拖啊，都可以問下嘅，係啦。或者可能問下有需要都可以問移民啦，係啦。亦都可以問下唔同嘅方向啦，亦都可以試下。係啦，簡單咁問一問啦，係啦，如果有需要咧，都可以留言俾我啦，話俾我知啦，我再同你聯絡去做一個係啦簡單嘅塔羅占卜啦，多謝大家，係啦，另外都請咧俾個 like 我啦，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同埋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啦，中唔中意我咁樣去幫你哋塔羅占卜啦，或者有啲咩想問啦，或者有啲咩片段你哋想問嘅問題。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係關於愛情嘅題目啦，可能關於事業啊、財富嘅題目都得㗎喎，都可以俾啲意見我啦，我都可以係啦，喺新一年嘅期間咧，同大家一齊做下呢個塔羅嘅占卜啦，係啦，都好開心，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係啦，即係講下塔羅嘅占卜啦，係啦，因為咧我自己都覺得咧。係啦，即係平時以前都有好多人揾我去做塔羅牌占卜啦，可能係有啲煩惱啦，有啲問題想問啦，或者可能都想揾人聽下自己講嘢啦，或者唔係好知人生方向點做，好想揾個人問下喎。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渠道嚟嘅塔羅占卜。係啦，我聽完可能舒服咗啦，或者可能臨瞓覺前想聽下，跟住再去第二日起身再努力過，其實都好好嘅。係啦，所以我哋都可以試下唔同嘅方向啦，係啦，繼續努力啦，加油！